表達你嘅睇法。究竟咧，你同唔同意用40億嘅公帑去替雷曼迷債嘅投資損失咧進行呢個包底？我哋呼籲各位市民咧一同過嚟吸個印仔。我哋咧係呼籲大家一同過嚟吸個印仔。究竟你同唔同意動用40億嘅公帑替雷曼迷債嘅投資損失咧進行呢個包底？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我哋107動力一個關注公帑運用同埋政府有效運作嘅團體，就住咧最近全城鬧到烈哄哄嘅雷曼迷你債券嘅事件咧，有政黨同埋立法會議員咧就建議政府咧應該替投資者嘅損失咧進行呢個包底，而涉及嘅公帑咧超過40億。我哋咧喺度發起一個民意嘅公投。喺短短半小時嘅時間咧，有超過200位嘅途人咧就表達咗睇法。大家睇到我哋嘅問題咧就好清晰，港府應唔應該動用納稅人40億嘅公帑替雷曼迷債投資者包底咧？咁啊走過嚟吸引嘅朋友咧，大部分咧超過90%啊，都係咧不應該嘅，而吸過去應該咧就係佔好少數。咁啊部分仲係話佢吸錯咗咁樣啊。咁可見咧，即係其實市民就住呢個立法會議員同埋部分政黨嘅建議咧，都係唔能夠接受同感到荒謬。咁我哋107動力咧，對於雷曼迷債嘅投資者嘅損失咧，我哋係感到好同情啊！亦都認為咧，必須要透過司法同埋調解嘅工作咧，去進行呢個民事嘅磋商，透過改革呢個金融機構嘅運作咧，去提升透明度，同埋咧加強投資者嘅信息。但係咧，如果要涉及到40億嘅公帑咧，去直接進行呢個投資虧損嘅包底咧，我哋107動力表達唔能夠接受嘅做法嘅。最近咧，所有強積金嘅供款嘅打工仔咧，都收到一啲供款嘅結果。大部分所有嘅基金啊，無論保本基金都好咧，都係進行都出現一啲虧損嘅。我哋想問特區政府，如果要包底嘅話咧，呢啲強迫打工仔供嘅強積金嘅虧損係咪首先係要政府去包底咧？所有嘅金融投資咧都面對好多唔同嘅損失嚇，就好似負資產都可能會係面對一個好大嘅損失。但係呢啲金融嘅投資嘅損失咧，投資者必須係要自己承擔一個好大嘅責任。而政府咧係只係一個把關同埋維持規則嘅角色，唔應該咧去草率進行呢啲包底嘅工作。所以我哋107動力咧喺有呢個政黨建議政府要包底雷曼迷債事件之後咧，就發起咗網上問卷調查。咁短短幾日嘅時間咧，有306名嘅市民咧，就喺 Facebook 同埋互聯網上邊咧，就去回答咗我哋呢一個問卷調查。喺受訪嘅市民當中咧，有97%嘅市民咧係認為唔應該接受呢個包底嘅建議嘅。而同時咧，我哋亦都問網上嘅市民咧，就有15%嘅市民咧認為喺迷債事件上邊咧，好似穆迪同埋標準普爾呢一類金融評級機構咧，其實亦都同樣要付出一定嘅責任，就住咧誤導咗金融機構同埋小投資者咧，去作出錯誤嘅評級咧，作出一個負責。喺過去啲金融機構咧，啲評級機構咧係替雷曼嘅產品咧進行呢個2A 級嘅評級嘅，但係竟然咧會出現一個即係渣都冇嘅情況。咁呢金融評級機構咧係比銀行咧更加係需要負上一個專業上同埋實責上嘅責任。咁我哋咧107動力咧就有 Facebook 上面一啲反對呢個包底方案嘅群組嘅成員聯絡我哋。佢哋咧已經接近有超過1000名嘅市民咧就加入咗你群組。咁我哋嚟緊將會咧喺 Facebook 上邊發一人一信反對包底方案嘅行動，亦都會聯同我哋咧會約見呢個財經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先生咧去遞交啲信件，同埋表達咧我哋對呢個包底方案嘅擔心。喺未來嘅時間咧，我哋希望咧金管局咧去把持翻去維持香港金融制度嘅一個信心啊，唔好咧喺度胡亂誤導市民咧去進行呢啲無謂嘅即係金融嘅發展嚇，俾翻市民咧自己去選擇嚇，唔係必須咧由金管局咧指導市民去投資啲乜嘢。咁我哋今日咧嘅公投咧，現場公投就喺度完結啦嚇。咁我哋但係嚟緊時間咧要繼續關注呢件事情嚇，
希望咧各位市民啊一同去關心啊，究竟我哋嘅公帑係點樣運用啊？多謝大家。